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今仔日我要带大家来熟悉一寡摒扫会用到的工具的台语，甲摒扫会用到的动词。娃娃 TV。讲到摒扫，我就想到因阵读册的时阵，定定拢爱摒学校。会记得我甲几个同学因阵是负责学校落台的，平常时阮拢会举扫帚去扫遐个风杯刷甲涂骹的粪扫。若是落雨天，阮就会去酸水，无啦，是去扫水啦。平常时涂骹扫扫的，甲粪扫扫做一堆了后，就爱用粪斗来甲缀起来。粪斗嘛有人叫伊粪机哦。好，粪扫扫入去粪斗内底了后，就爱甲摕去倒伫粪扫桶内底。会记得因阵伫学校咧摒扫的时阵，阮拢分段甲粪扫炸转去教室倒伫咧粪扫桶内底，所以阮拢会偷偷为二楼倒入去楼骹的树仔，也是草仔顶悬。有一摆就去互阮老师发现着，伊就举锤啊敲阮前当草把的。所以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摒扫的时阵爱认真，毋通偷食步。涂骹扫好了后，就爱摕布捋仔来甲涂骹揉揉的。布捋仔若是揉到太过去，就爱甲放伫有底水的水桶内底，来甲洗互清气。洗好了后，爱甲浸互干哦。好，若是伫厝里，咱阁会当摕桌布来甲其他所在，亲像桌啊、橱啊，切切的。若是有营养的所在，就爱摕鸡毛枪来甲拌拌的。若是要洗便所，也是外口顶仔骹，就会当摕水管来呛。囡仔若是无乖，会当顺续来摕起来顺。无啦，我讲耍笑的啦。好，若是要洗马桶，就爱摕面仔来撸。要洗水槽，就爱用菜瓜布。好，咱即摆现代阁有一个足方便的物件，华语号做吸尘器。吸尘器有人直接甲翻做吸尘器，嘛有人甲叫做电扫帚、电吸仔、吸扫器、电梳仔、涂粉梳仔。我是感觉电扫帚这个讲法无啥好啦，因为伊毋是用扫的，是用撸的。其他的吸扫器、电吸仔，我嘛感觉无啥正确。因为吸伫台语内底是甲物件吸过来黏伫咧表面，吸尘器并毋是甲粪扫吸过来黏伫咧表面，所以我感觉用电梳仔也是涂粉梳仔会较正确一点嘛。因为水是甲物件输入去内底，亲像咱用水讲水饮料，这就是输入去内底。吸尘器嘛是共款，是甲粪扫输入去内底，并毋是黏伫咧表面，所以用水应该会较好一点嘛。好，以上就是摒扫会用到的工具的台语甲因的动词，大家拢学会晓啊吼。咱搁来复习一摆哦。扫帚，扫帚，涂骹爱用扫的，扫，扫，粪斗。粪机，粪斗，粪机。扫好的粪扫爱用粪斗内底，粪扫桶，粪扫桶，粪扫爱倒伫粪扫桶内底，布捋仔。布捋仔，用布捋仔来揉涂骹，揉，水桶，洗好的布捋仔爱浸互干，浸，桌布，摕桌布来拭桌仔。拭，鸡毛枪，摕鸡毛枪甲营养拌掉，拌，水管，摕水管来呛涂骹，呛，面仔，摕面仔来撸马桶，撸，
龟布、菜龟布、电丝啊、涂粉丝啊、电丝啊、涂粉丝啊，用电丝啊来数本色，数。好，即马大家拢学会晓吼，以后要摒扫的时阵，会当试看卖用台语来讲遮个物件甲动作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我影片的话呢，莫忘一寡试赞甲分享出去，也有电话观众朋友莫忘一寡是只电话的，可不可以先动安尼看到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莫忘记Lisa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